一個經歷致命車禍、俾歹徒入侵強暴、罹患乳癌、離婚、失業嘅人，佢唔單單只生存落嚟，仲活出咗自己夢寐以求嘅人生。佢係點樣做到嘅呢？佢就係呢本書嘅作者伊麗莎白·古爾德 （Elizabeth Good）。今日要介紹嘅呢本書《冇目標嘅那一年，我實現咗理想生活》。齋睇書名，你可能會諗，冇目標，咁點樣實現理想呢？咁唔係自相矛盾咩？佢係點樣做到嘅呢？答案要從佢9歲嗰年講起。作者9歲嗰一年，某個星期六嘅晏晝，佢同佢媽媽去咗露天嘅蔬果市場買餸。佢記得嗰日離收攤仲有半個鐘，小販正在大幅降價大拍賣，而佢媽咪繞過一個攤檔又一個攤檔喺度格價。細細個嘅作者有啲唔耐煩，心諗點解唔早啲嚟呢？點解要喺收檔之前嚟嘅？直到佢一望到媽咪面上面嗰個煩惱嘅神情，佢突然間明白，因為屋企太窮啦，佢老豆啱啱失業，媽咪只能夠喺商販就嚟收檔嘅時候嚟買便宜嘅餸菜。佢企喺一箱發咗臭嘅高麗菜側邊，喺嗰一刻，9歲嘅佢發咗一個誓，佢呢一輩子一定要飛黃騰達，唔可以俾佢自己嘅仔女見到媽咪連買餸嘅錢都冇。但係一個9歲嘅小女孩可以點做呢？佢又唔想同爸媽求助，佢知道佢哋已經盡咗力，於是佢就做咗一件好特別嘅事。佢去咗圖書館，佢按照字母嘅順序，將書架上嘅名人傳記全部讀一次。佢相信呢啲成功人士嘅故事入邊一定藏住咩成功嘅秘密。作者話嗰次就係佢同超前感受嘅第一次相遇啦。閱讀傳記嘅同時，佢好似成為咗嗰啲成功者，感受到佢哋嘅信念，佢哋嘅堅持，哪怕面對再大嘅困難，亦都要迎向美好嘅未來。嗰個時候，佢唔知道呢個能力將會喺未來救佢無數次。作者喺成年之後，佢已經成為咗一個成功企業嘅高級主管，有2個孩子，結咗婚，有事業。但命運卻俾佢重重嘅一擊。有一日，一個陌生人尾隨佢進入咗屋企，佢為咗保護2個仔女，身受重傷，更被歹徒強暴。同一年，醫生診斷佢罹患乳癌，接連嘅打擊令到佢失去咗健康，亦都失去咗婚姻同工作。佢由一位高級主管瞬間成為咗一個失業嘅單親媽咪。如果你係佢，你又會點做呢？你會唔會怨天尤人呢？定係覺得人生已經玩完咗呢？作者佢冇放棄到，後來佢回顧咗呢段經歷，發現自己能夠撐過嚟，正正係靠超前感受嘅力量。佢話當佢處在最黑暗低谷嘅時候，佢做咗一個決定，佢唔再俾當前嘅困境支配佢嘅情緒，而係去刻意去感受佢想要嘅未來。佢諗住自己會恢復健康，會遇見靈魂伴侶，會成為暢銷書作家，會揾到理想嘅屋。佢俾自己提前感受嗰啲尚未發生嘅事，仿佛佢哋已經成真。聽起嚟有啲遠咯，但作者花咗幾十年嘅時間，採訪咗數千名成功嘅人士，發現佢哋都有相同嘅模式。佢哋嘅行為、情緒符合佢哋想要嘅未來，而唔係俾當下嘅困境支配佢哋。咁超前感受到底係啲乜嘢呢？作者俾咗一個好簡單嘅定義，超前感受就係提前創造未來嘅感受。雖然事情仲未發生，但係而家就能創造佢。咁同我哋一般講嘅設定目標有咩唔同呢？我哋習慣嘅目標設定係咁樣嘅，先設定咗一個目標，然後逐步拆解，一步一步咁去達成。聽起嚟好合理，但係問題係呢種方式往往令到我哋活喺未來裏邊。我而家好辛苦，冇關係，等我達成目標就好啦。然後目標達成咗，快樂咗3日，又陷入下一個目標嘅空虛。但係超前感受唔一樣，佢要你做嘅係先要將你而家活成你想要嘅樣，而唔係痴痴咁等待未來。作者舉咗一個自己嘅例子，有一段時間佢因為經濟狀況唔好，
只能夠睇價格便宜嘅出租房，但嗰啲房嘅狀況都好差，佢點睇都唔滿意。後來佢決定換個方式，佢唔再睇而家租得起嘅樓，而係去睇佢未來想住嘅樓。佢去睇嗰啲佢自己真正中意嘅樓，感受住喺裏邊嘅感覺。結果你估下係點？佢後嚟真係揾到一間既符合經濟條件，又令到佢真心中意嘅樓。咁樣唔係魔法，而係情緒同信念嘅力量。作者話，當你改變感受，你嘅關注嘅焦點就會改變。當你關注嘅焦點改變，你嘅行動就會改變。當你嘅行動改變，你嘅現實就會改變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，咁唔係正向思考咩？唔係就係吸引力法則咩？作者特別強調，超前感受唔係做白日夢，亦都唔係假裝直到成真。真正嘅超前感受係感覺而家嘅你已經成為你期望變成嗰個人啦。佢唔係逃避現實，而係用情緒嘅力量去創造現實。為咗說明呢一點，佢喺書中引用咗一個非常有趣嘅科學概念，量子力學入邊嘅觀察者效應。你可能聽過物理學嘅雙縫實驗。科學家發現，當佢哋觀察一個粒子嘅時候，佢嘅行為會改變；但當佢哋唔觀察嘅時候，佢嘅行為又唔一樣。喺呢個微觀世界入邊，引發咗一個驚人嘅結論：觀察本身係會影響被觀察嘅結果。換句話講，你嘅關注唔係中性，你點樣諗、點樣睇，你就會創造咗咩結果。當你總係關注困境、抱怨現狀，你嘅現實就會不斷印證你嘅抱怨。但當你選擇超前感受，提前去睇到自己嗰個理想，自己去感受嗰份喜悅、平靜，你嘅關注點就會改變，而你嘅現實亦都會隨之改變。咁樣唔係玄學，而係量子物理學已經證實嘅原理。你嘅意識會影響你身處嘅現實。聽起嚟好科學，但係作者更加想話俾你知，你唔使相信佢，你自己試下就知啦。書中好多讀者嘅回饋，有人話合埋雙眼諗一啲開心嘅事發生10到20秒，體內嘅多巴胺就會暴增，內心無比喜悅。亦都有人話練習咗之後，每日做嘅決定同埋行動都完全唔一樣。書中作者分享咗超前感受嘅3個核心心法。心法1：切換情緒狀態。你每日有6萬個念頭，8成係負面嘅，9成半都係重複前一日嘅念頭。咁唔係你嘅錯，而係大腦嘅慣性。但係你可以選擇，當負面情緒出現嘅時候，你可以有意識咁切換到正向情緒。作者話情緒係一種能量，佢引用咗情緒能量表，羞愧係20分，罪惡係30分，憤怒係150分，而勇氣有200分，愛係有500分，平靜有600分。當你選擇感受正向情緒，你就會調高你嘅能量頻率，你期望嘅未來就會被吸引而嚟。心法2：維持最適狀態。區分目標同埋志向係呢本書入邊好關鍵嘅概念。目標係固定嘅，比如我哋要喺3年內當上經理，如果冇達成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失敗。但係志向係唔一樣，志向係你內心渴望，係你真正想成為嘅樣子。書中舉咗一個例子，如果你嘅志向係療癒他人，你唔使一定係要做醫生先至能夠實現，你可以係護士，可以係心理諮商師，可以係義工，甚至可以係一個中意傾聽心事嘅朋友。志向會隨住你嘅成長而改變，佢唔會令你因為冇達成某一個目標而否定自己。心法3：全心全意沉浸未來。最後閉上眼睛，想象你已經成為嗰個理想中嘅自己，感受嗰個畫面。你着啲咩衫？你嘅肢體語言係啲乜嘢？你身邊有邊個？你喺度做緊乜嘢？每日瞓覺之前花幾分鐘做呢個練習。作者話前一晚最後嘅念頭
會成為隔一天早上嘅第一個念頭。當你自己沉浸喺嗰個未來嘅感受當中，你嘅潛意識就會開始引導你做出符合嗰個未來嘅選擇同埋行動。作者喺書入邊講咗最後一句話，我好想送俾大家：超前感受好簡單，只要將你活成閃閃發亮嘅你，唔好再痴痴咁等待未來。我哋總係習慣將理想嘅生活放喺未來，等我賺夠錢，等我退休，等我點點點。但係作者用佢嘅生命話俾我哋知，理想嘅生活唔係達成目標之後嘅獎品，而係一種你可以提前感受嘅狀態。佢經歷過車禍、強暴、癌症、失婚、失業，佢依然可以企返起身，成為暢銷書作家、演說家、全球領袖學校嘅共同創辦人。如果佢都可以做到，或許我哋都可以。從今日開始，喺瞓覺之前5分鐘，眯埋雙眼，想象你已經成為嗰個理想嘅自己，感受嗰份喜悅，嗰一份平靜，嗰一份篤定。唔使急住規劃步驟，亦都唔使擔心點樣實現，先感受，先成為，然後你會發現你嘅行動會完全唔一樣。如果覺得書入邊嘅內容幫到你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，留言話俾我知你有冇試超前感受啦。我哋下一本書見，拜拜。